生 VR 计拿真的科技一定互真侪学生囡仔拢足欣赏。这是嘉义县政府伫咧大轮国小开科技的课程，希望互各校的这囡仔会当利用科技来学习，嘛有更较侪兴趣，培养更较侪科技人才。内底咱看到有 VR 计拿真，嘛有 AR 实景，互平面变做立体，嘛互人感受到亲像亲身来遮体验同款，真侪囡仔拢耍甲喙笑目笑。这样子。 学生为做伙看到手机啊、荧幕的画面变作立体，大家拢足好闲的。透过 AR 科技，互册顶的恐龙美术变作那画同款。利用科技，唔但互平面变作立体，佮有 VR 技术，会当互你咧去册内底世界体验。上下左右往上看，有没有看到蓝天白云？ 新奇佮趣味的科技课，伫伫嘉义县的大轮国校上，2年前县政府就甲文教基金会合作，做伙推广国校啊学生的科技教育。好玩，很新奇。AR 那个恐龙会出来，感觉很好玩。那 AI 人工智慧科技的课，佮包括立体投影、机器人这教材，希望互学生面对未来更较有竞争力。那实际上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，可能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这个体验。 包括未来的世界正会往这个方向来走，在整个的广度上要增强，我们小朋友就会变得更聪明。透过科技，互学生对学习更有兴趣，嘛透过教育的创新，培养更加侪科技的人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